啊，帶啲咩水晶又可以補氣又可以補血咧？嗱，你最近係咪好黑仔咧？玩乜都輸錢啊！老細咧就好似就嚟俾佢炒咯喎。好啦，小人又多，係咁俾佢督背脊，周身都唔聚財。嗱，出現咩問題咧？你可以上嚟 Peter Sir 免費幫你做一個占卜，睇一個問題出現喺邊度，但係記得預約先。嗱，好搞笑啊！最近一啲 fans 就同我講 Peter Sir 啊，無論男啊女都係喎。啊，點解最近咧就面色唔好啦？尤其是女性啦，血氣又差啦，男士又可能成日捱夜咁好啦，好似個冇乜 power。嗱，其實咧佢有咩水晶可以幫到手？其實咧呢個咧就係你揾嘅水晶，其實幫助你係啦，血液循環，透過嗰個生命力啊，嗰個 power 令到自己咧好啦，點講可以血氣啦順啲啦，咁而咧就會達到精神。咁當然啦，如果有問題，當然一定我哋要見醫生啦，係嘛？睇下會有咩真係裏邊嘅問題。咁嗱，如果你問我咩水晶咧，我會透過咧而家台面嗰啲咧，嗱，尤其是石榴石，大家都知啦，點解佢會有個名叫石榴石咧？嗱，佢似石榴啊，見唔見到嗱？我用黃燈照落去咧，嗱，好似紅色咁啊。咁好啦，紅色代表咩啊？造血嘅功能。咁當然我哋血氣循環好咧，咁我哋自然生命力就強啦。嗱，手鏈啦，都係啦，記得啦，嗱，要戴喺左手，因為寶啊嘛，戴喺左手喎。嗱，石榴石手鏈啦，原石啦，或者呢個碧璽啦都得。嗱，原石呢個咧就你多啲擺喺左手度，譬如有陣時搭車啊咁，或者係或者係翻工啊許可嘅話咧，你放喺左手咧，亦都達到補身。嗱，如果你話我呢啲冇呢樣嘢喎，邊有冇其他水得？嗱，你係透過白水晶，左手嗱向自己，右手向出去。咁邊有時點解佢又唔係紅色點補身？嗱，因為咧佢而家一左一右咧，當你做一個冥想5分鐘至10分鐘咧，因為身體會有個循環啊，好強嘅循環啦，因為水晶係有個能量磁場啊嘛。好啦，咁當你個血液透過循環之後咧，你嘅能量各方面咧又會上升嘅，即係我哋叫提升，亦都可以幫助到你咧你嗰個精神方面嘅健康。所以大家如果你覺得最近咧麻麻地咧你可以試下用呢啲水晶，咁咧可以就更進一步噶啦。